人捌志成的，就是聪明。咱遮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愿咱伫即个礼拜，咱有一个真好的欢喜的经历。上帝祝福恁伫对拜一到拜六，过来今仔即个礼拜了后，咱有新的一个礼拜。安尼，大家一礼拜一礼拜咧过，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手所做的工。咱拜上帝，但是台湾最近咧烧妈祖，对头到尾啊，兄弟姊妹，大家人拢咧追求祝福，大家人拢咧追求信仰。或者，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会记得今仔即句话讲：人捌妖花就是聪明，人捌智成的就是聪明。咱会当觉悟、觉醒讲，我所敬拜的神。是真一真活的上帝，是一种了不起的幸福。因这毋是咱的能力，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伊的圣神帮助咱，互咱一生无怀疑。虽然咱会有问题，但是迄个问题是为着要答案，毋是怀疑。愿天父上帝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会通认捌上帝。因为耶和华的话安尼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捌至圣的，认捌上帝是圣洁的。有人伫上帝的面前，伊无感觉会惊吓，但是咱所认的拄则两条诗歌拢讲圣在，圣在，圣在。咱要做礼拜的时阵，咱会有惊吓，有敬畏。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会惊了讲，咱即礼拜所做的、所讲的，有得罪上帝。咱袂堪伫来到上帝的面前，兄弟姊妹，上帝永远怜悯咱，因为伊知咱会无够格。愿咱伫伊的面前，咱做伙来领受今仔日的圣经的话。顶礼拜开始，咱的周报牧师有伫消息稿顶悬邀请咱兄弟姊妹为着过来，就是拄过去即个礼拜甲后礼拜，咱总会有两个真要紧的会。我写伫周报顶悬，请咱带倒。有人就问我讲，牧师这是啥物种会议？我应该安怎祈祷？起头我并无感觉讲有真特别的所在，因为牧师常常嘛会伫周间去开会，牧师嘛无一定甲你写伫周报顶悬甲咱做报告。恁好像感觉牧师拢无离开，就礼拜日拜六拢我看到牧师就还阁伫遮。但是我才知影讲，原来迄个感动，上帝爱我，甲遮两项代志放伫周报。是咱明白讲，咱是正教会中间的一间教会。台湾基督教的教会1300间，毋是逐个人拢会当参加这个会，嘛毋是逐个人拢有伫一年一摆的总会有机会去参加，嘛毋是讲有参加的人伊就较了不起，伊伫总会内底的地位就较悬，毋是。但是，咱从这个消息，佮甲咱讲的意思，就是讲。当咱的总会有代志的时阵，咱伫这个背后，咱出声为祈祷。咱有参加无参加，咱有了解无了解，咱拢伫上帝的面前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总会手所做的工。我要甲咱讲小小的故事，恁就知影讲，原来圣神感动牧师上帝邀请阮有份伫这个祈祷，原来就是遮尔重要。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这个拜四、拜五、拜六，伫中基总会调一个会，伊的名称代称叫做 TEF 台湾 Ecumenical Forum， 伊的中文翻译做台湾普世论坛。这个会对10几年前开始，有一阵亲像我这个年纪的长老教会牧师，阮感觉讲，做台湾人有一种的骄傲，感觉真公平，但是嘛有一种的委屈。因为阮代表教会、代表台湾出去开会时阵，有时阮会拄着一寡委屈。兄弟，你敢知影？我真少甲恁讲这个代志。甚至有当时我要签证，对方的国家无爱互我签证，伊甲我当作爱写一张单叫做无国籍的那种国际的难民，你就甲写一张国际的难民、无国籍的台湾人。写了后，伊嘛无要等于那伫你的护照。因为伊行了中国，伊有这个外交上的这种的动作的时阵，对中国
有困难交代。所以兄弟姊妹，牧师伫30几年的中间受上帝的交托，伫30几年行过30几个国家中间，有这种的委屈。所以包括林丰中牧师，甲阮拢差不多同年岁牧师，阮感觉讲，阮有志爱互阮的少年的台湾牧师、少年的台湾人，因无论行去到世界什么所在，因拢头壳举起来。有一日无搁再需要用迄种国际难民无国籍的签证来甲人交配。兄弟姊妹，这个会就是因为安尼来开始。我嘛无拍算讲这个会会啥物了不起，因为我感觉我的年纪要退休啊，我本地是甲因提示讲，若会当加我一日嘛无加，减我一日嘛无减，无就互我请假莫去。遐主办单位的少年同工甲我讲，牧师，拜托恁若会当，你拨时间来参加。我才知影讲，我有机会今仔日甲恁讲这个故事。伫这3届的会中间，甲往年差不多，拢讲到真侪真尖锐的问题。但是我要甲恁分享足快乐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日本的代表，伊是一个女牧师，伊甲大会做一个报告，足勇敢的甲迄个报告，甲大会所有的40几个对全世界来的这教会领导者，伊安尼讲。伊讲，阮的总干事有一日去参加世界上大的基督教的组织，伊的名简称叫做普世基督教协会 （WCC）。因为阮的总干事伫迄个会议中间咧参加开会的时阵，中国的代表起来，安尼面足严肃的，就提出一个要求讲 ，WCC 爱甲台湾教会赶出去，袂使互台湾阁继续伫 WCC 做会员。哇！大家人伫伫遐讨论啊。当然，全世界什么人要甲什么人做朋友，大家人有权利做选择啊。当大家人都咧讨论的时阵，日本的 UCCJ 就是美国日本的基督教的总会联合的总会的总干事，伊徛起来讲，伊讲基本上教会组织应该拢是主耶稣基督内底是兄弟姊妹。如果今仔日若要死死，若要甲台湾赶出去，我直接声明。如果今仔日的议员若要甲台湾渎职，阮 UCCJ 毋免渎职，阮要退出这个组织。这个女牧师伫这个会中安尼报告时，我才切一个甲爸讲：原来人的自尊是需要你爱讲出来。原来人的自尊是爱你有主张讲我是台湾人，你是中国人。这个日本的牧师伫遐讲。我惊一条，因为伫我细汉到大汉，我拢感觉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所以伫这个过程顶悬这是头一个欢喜，听到人的支持。第二个，伫大会忽然大会主席毋是咱台湾人，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所以咱台湾拜托2个世界组织的总干事。长期已经8年担任咱这个会的共同的主席。这2个主席伫阮要开会进前2礼拜，伫国际上就受到除咱台湾家己的邀请的批以外，迄个要参加的人，伊嘛受到污函，足莫名其妙的污函，就伫遐批评这个会是啥物会？其中有一个查某代表，伊是一个青年，毋是牧师，伊是一个国际性的青年组织的国际代表。伊受这个国际的青年，咱过去叫做世界基督教青年的组织的运动，叫做 ASF，WAS， 这个组织的代表。伊伫接到污函了后，佫受到委屈。因为污函毋是敢若讲台湾这个会是一个无下伫信仰的组织，因为伊干涉着伤济这个国际的事务。这个污函甚至写给予这个青年，伊的印尼的母会甲印尼所有教会，拢讲恁无应该互恁的青年去台湾参加这个会议。但是
这两个共同的主席，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韩国人。因伫要来进前，其实因都已经收到这个代表来反映，因为伫 email 中间，因都甲伊讲，主席，阮有接到这种的批，足奇怪，要安怎？所以当因来到台湾了，因就决定，因要做伙为台湾写一张批，因要甲全世界的教会讲，这张批是乌白讲的，无照信用，嘛无听信，事实上毋是安尼，因公开读一张批，伊爬上台咧读时，我才插一个，因为我对头到尾拢毋知有这个代志。但我就问我边仔我的老师黄飘牧师讲。这是什么？怎么一回事？才解释给我听。兄弟姊妹，有一日咱的台湾囡仔要行到全世界，台湾人，咱要真勇敢、真快乐讲 ，I come from 台湾。日本这个代表伫伊要结束，伊讲，当阮日本拄着足大的困难、大地震的时，全世界上支持阮的，就是甲阮无关系台湾人。台湾的总会对日本足大的鼓励陪伴。所以你认为台湾虽然足小，但是台湾伫咱的囡仔迄代要真了不起，我们等着看吧。兄弟姊妹。台湾将来会更较好。时间今仔日毋是徛伫中国迄边，今仔日的时间是徛伫台湾这边。因为世界对台湾的了解已经毋是停留着伫迄个台积电的晶片制造，全世界拢感觉台湾是一个伫危险中间勇敢，阁被乌白甲人冤家的一个真和平。真文明的国家，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我要多谢咱中间有人为着这两个会祈祷的兄弟姊妹。第二个是过来这个礼拜拜二、拜三、拜四，牧师爱请恁为牧师祈祷。拜三透早总会爱我做一个短短的引言的演讲。起头我感觉讲，我名不正言不顺，我也无啥物种的伫组织上有啥物种的。这个角色甲地位，但是总会甲我拜托讲，曾牧师，你徛伫一个牧会正确的牧师的立场来讲这个题目是适当，因为今仔这个台湾的教会咧烦恼神学教育，台湾的教会咧烦恼这个神学教育伫今仔这个台湾何去何从？来应该安怎栽培咱下一代的少年人？也因为过去牧师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伫总会团队委员会，所以我真了解讲，这20年来教会其实有拄着问题。我毕业的时候，阮迄班有30几个要做牧师的同学，今仔日全台湾所有的3间神学院加起来，一年毕业差不多30个人。即摆愈来愈少少年人需要伫接棒的时阵，总会的立场甲教育是一个真重要。所以总会今年甲总会主题叫做宣教年，所以要伫迄个中间来探讨今仔日个台湾的教会应该爱正最心中的教会。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也因为这种感觉，所以总会讲，曾牧师你无讲。有甚物人会当有立场徛出来讲？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当牧师做团队委员会主委的年中间，其中有一届的故事，就是迄年捌有一个少年传道师对神学院毕业，受派去教会。伊一到教会，伊开中级会时，第一个提出来要求，甲教会讲：我今年的特休日有几天？伊就写起来。我今年要休几天假？也未做工就讲，伊今年要休几天假？搁较喊，第二个伊讲，我拢要请礼拜日。这你听有迄个意思无？
一个要做牧师的人，伊若请假拢请礼拜日，咱牧师迄个咧教会是要，迄个牧师是要创啥咧？啊，这个问题讲会出来，啊，佮勇敢讲，这叫做青面唔惊青啦。我希望上帝怜悯这个少年囡仔，伊检查无恶意，但是拄就是今仔日咱的经文讲，上帝至上，敬畏伊的人就入捌伊。会当入捌上帝，就是一种的聪明。我今日咧想讲，啊，这个囡仔因爸爸妈妈安怎细汉，安怎甲伊车养大汉呢？啊，这个囡仔就是人伊读3年。教伊无会学的老师是安怎教的？还是牧师毋是个要骂这个囡仔，互恁听，毋是。兄弟姊妹，这是咱共同的问题啦。这个问题毋是单一的个案啦。今仔这个少年家的少年一辈有真侪真特别的思想，恁有同意无？因为作者主张啦，伊感觉我的权益比啥物拢更加重要。啊，我就是要勇敢讲出来，这个才叫做做自己。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神的教育唔是干那神的言，神的教育是伫妈妈的腹肚内底，啊，一直到迄个人死伫大咧伫亡灵。所以美国的教育的制度内底有讲一句话，伊讲教育是 from womb to tomb，from womb to tomb 啊。美国人真爱用迄种谐音字来去讲一个标题啦。From womb， 迄个 womb 吼 ，W-O-R-M 就是安那，妈妈的子宫啦。Tomb 是 T-O-M-B 吼 ，T-O-M-B， 这两个字其实才差第一字无共款，一个是 W， 是一个是 T， 一个是妈妈的子宫，一个就是棺木啦，墓坑。意思是讲，人一生的生命的教育，甲一生的改变，是伫妈妈的腹肚就开始啊，而且到伊死才结束。那是对基督教来讲，死无结束。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牧师受交代的工作，真短，10分钟要甲一个真要紧的议题讲会清楚，我知影足困难。但是我嘛袂当讲真多，我只有会当提出，伫会中牧师要提出4个问题，然后叫牧师才甲咱讲，因为这甲咱今仔日的经文的主题解说无直接有关系。但是牧师需要恁的带导，牧师真诚恳要问我所有的同工，包括少年的，包括老一辈，乃是耶稣基督伫今仔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耶稣伊会安怎做？伊安怎讲？所以呢，姊妹，这个问题甲咱有关系。咱是德堂教会对无？对德堂教会这个教会的见证，咱要安怎做？咱要安怎栽培咱后一代的囡仔？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大大帮助咱，无看见咱是一间草地教会。无看轻咱家己，我有一个态度，就是只要若要交代我做，就算做我袂晓做，若有需要，我嘛要勇敢去做。所以我接受总会甲我安排讲，勉为其难，伫即个开会中间做一个引言人，因为这可能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一个契机，将来未来10年、20年。伫新的教育，甲教会的基督教的宗教教育，会有产生新的思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长老教会开始，这个人就是这张相片用画，当时无照相机，这个人叫做约翰加尔文。长老教会开始，甲耶稣做同款，拢有一个民望。这个老牧师伊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建立一间模范的教会，建立一间模范的教会，来改变一个欧洲的城市，叫做日内瓦。伊伫祈祷中间甲上帝祷讲，主求你帮助我建立日内瓦的教会，互日内瓦的教会会当改变日内瓦这个小小的都市，
完全有日内瓦对真世俗化、真沉沦、真淫乱，伊会当改变。第一个有一日，日内瓦这个都市会当成对全欧洲真有影响力、真有影响力的一个都市。我睇到这个故事，上帝给我一个笑话，嘛不是笑话啦。上帝讲，我要将一间14000人的教会交给你。我来到德堂的时，上帝真正感动我讲，德堂教会不是14个人，德堂教会是14000人。那你想咩？你可能感觉总莫名其妙，因为德堂的户口就是14000人。我要做恁的牧师，我嘛应该做德堂人的牧师，恁同意吗？咱要做台湾的教会，咱嘛要做所有台湾人的教会，恁愿意吗？我无能力，但是我的老师约翰加里文，伊做这个祈祷。我设立一间新学院，我设立一个教会，要改变整个欧洲，有改变无？有。伊所训练出来的学生，是连死都唔惊的新学生。这个老生有倒去到伫瑞士，唔是瑞士，法国、荷兰有足侪遐故事。因为我是读神学，我是读宣教神学的牧师，所以我对宣教师的故事足有兴趣。嘛对宣教师的故事得到足侪的鼓励。兄弟姊妹，咱的这代的教会，要为着21世纪的台湾人栽培出来一个21世纪伫台湾的约翰加里文，兄弟，恁愿意吗？你愿意互牧师、互教会、互咱所有共同的奉献，拢摕出来栽培21世纪会当改变台湾的一个少年的实学生嘛？这是今仔日我的结论啦。也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什么人会当去陪伴明仔载的传道书？有什么人会当去甲囡仔、甲少年一代讲？人所上重要的，不是外貌，人上重要的就是内面有一种真尊贵的观念，英语叫做 choose to be great。兄弟姊妹，莫干那为着你的囡仔考试100分的成绩单，伫遐安尼紧张。你应该常常为祈祷讲：主啊，我的囡仔若你要用，主伊需要什么？求主你亲自将一个荣耀尊贵的观念放伫伊内底。今日圣经讲，耶和华我的上帝是至圣的上帝。敬拜耶和华就要得到聪明。天父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圣经，咱知影怎样敬畏上帝。一个不要敬畏上帝，唔敬畏上帝，形式上做礼拜的父母。无才调教出来一个真正对心中对上帝有敬畏的心的囡仔。一个父母的教育程度虽然无悬，但是父母若是敬畏上帝，囡仔一世人会记的。顶个我要联合礼拜，咱教会只有2个人去，我甲张长老坐伫我边啊，开车。一上车了，伊就甲我讲：“阮阿公安怎安怎？”我对啥呢？阮阿公安怎做礼拜？规钟头，敢若阮即号，我的老爸做礼拜，伊安怎安怎？一世人到即摆，张长老要咧讲，兄弟姊妹，愿咱做咱的囡仔，骹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咱甲教会做伙，咱做伙。互即间教会毋通看见，咱是伫庄脚，咱是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间有一个明显，但是要互做乡村宣教的见证的一间教会。那上帝要做的工，兄弟姊妹毋通阻挡上帝的手。也愿咱的教会愿意慷慨，将咱所有的奉献，拢用伫教育、用伫栽培、用伫宣教的事工。阿们吗？
我可问恁一摆阿们嘛？兄弟姊妹，这是咱共同的心愿。咱伫这间教会有一日，咱要因为这间教会，咱出去，人问你讲你对对来，你甲伊讲，阮对德堂教会来。阮天父上帝名伫这个所在受咱的高举，毋是咱用嘴讲，是咱把这个当作一回事。这间教会甲其他教会无共款，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要甲咱讲什么？兄弟姊妹，今仔圣经足短啦，3节，佮加一个金句多4节，伊要甲咱讲什么？今仔日主题的经文，主题题目是对箴言第9章第10节的第2句话。第一句话叫做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大家拢要背啊。但是我讲第2句，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根本，智慧的开端。第二，人捌迄个性的就是聪明。人捌，咱所人捌的上帝，你敢有感觉？伊伫你的生命中间是相当有分量。咱就要做礼拜，你若感觉坐落就会有一个庄严的感觉。这表示你是一个健康做礼拜的人。人捌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对无？咱来教偌久啊？兄弟姊妹，若要互你家己的囡仔讲，上帝是按什么？咱敢讲会清楚？会啦，爱有信心，信望爱。上帝值得我相信，上帝值得我信靠。上帝值得我一生无怀疑，跟对伊信。帮咧，古早我少年上帝帮助我，今日上帝照顾我，明仔载上帝嘛照顾我。我要退休的代志，我以前从来毋捌想过，但是我知影，当我退休的上帝一定我的晚年，伊的确有伊安排，这叫做恩望。听咧。上细声听我小命命，我细汉的时阵，上帝就听我。今仔日伊嘛永远听我，将来伊嘛永远听我。兄弟姊妹，今仔牧师甲恁讲标准答案，恁会当家己小可补充一下，将恁的经验讲互恁的囡仔听。人捌是一个困难的功课，但需要圣神的帮助，毋是需要牧师的帮助。若无圣神的帮助，人袂选择上帝做伊的上帝。今仔日个旧约的圣经出来记讲，有治水会通亲像你，伫所有的生命的中间，有对一个上帝会通亲像我的上帝耶和华。牧师一起头甲咱讲，伫这个4月，这个节气，旧历的3月，全台湾的世界的地表的大迁移。全世界拢咧看这个新闻，台湾近代真正做一个全世界宗教的、全世界3个大迁移的这种的故事啊！兄弟姊妹，因嘛相信妈祖是一个有怜悯、有怜有赦。但兄弟姊妹，为什么咱要坐伫遮？咱的选择感情已经真做咱的经历。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伫阿门的时阵，咱甲上帝讲：上帝，我知影不止如此，你要互我，毋是干那安尼尔，好事在后头。主伫我一生中间，我必然看见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是好。过来咧，伊的信息，伊的怜悯，到万世代。也信息到万世代，诗篇100篇。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咧，耶和华的怜悯，耶和华的信息，耶和华的良善，要到万世代。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仔日咱伫礼拜中间，咱有一个功课，就是求圣神帮助咱，搁较清楚认捌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对心中甘愿讲，上帝对永远到永远。对我认捌你迄一天，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清楚认捌你。求天父上帝帮助所有兄弟姊妹。什么所在是圣洁的所在？
毋是干那礼拜堂这个空间，有上帝的所在，就是圣洁的所在。圣经对头教会咧讲，上帝即时临在，上帝即时临在。亲爱的兄弟姊妹，互咱的心诚做圣洁的所在。咱的心内若有敬畏上帝，无论到天边海角，到什么所在，咱拢永远享受上帝同在，迄种的荣耀、权柄，甲伊的怜悯慈爱。求天父上帝踮伫咱的中间。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伙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讲主啊，这个教会是一间平凡的庄稼教会，但是因为有你同在。这间教会是一间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我用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来甲兄弟姊妹互相约束。兄弟姊妹，你看你的手，看你的心讲，我的心是清气的心，是所有黑暗的关系袂通侵犯我。我的生命，我的信心，我对上帝的敬畏。是无有任何黑暗的关系会当侵犯我，因为耶稣用伊的疼甲伊的保护救赎我。所以，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拢感觉讲，哇！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对我讲话。圣经有真侪人，因拢伫无意中拄着上帝显现。对伊讲话，雅各是安尼，摩西嘛是安尼，对无？因讲，我竟然唔知影，伫即个旷野暗时，我无帐篷，啊，我呢用手安尼揩咧，啊，个困一醒，梦中上帝出现，醒起来了后，才感觉讲，这是什么所在？兄弟姊妹，咱的一生就是即个旷野。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阿门的人，愿你的一生经历着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任何时刻，常常往你出现，互你对心中讲：我竟然唔知影，我的生命是遮尔宝贝，我的生命是遮尔通敬畏。这唔是一个世俗的所在，伊是一个上帝的圣殿，天的门伫这个所在。为我拍开，所以兄弟姊妹，愿你做天公仔囝，免搁做世界去找，相信、信靠，上帝是咱共同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牧师要甲因讲两个祈祷：第一，圣经讲明上帝伊特别的所在，神圣这个字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是复数的。不是单数。换一句话，上帝神圣是以所有极致的，他的极致的神圣的有价值的存在。上帝复数多元，你若讲出来，讲会出来好。上帝的良善，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信心，这拢甲神圣有关系。犹太人所认捌的上帝，不是干那会晓一项代志，是伫生命中间、伫宇宙中间，所有互人心内有敬畏。所以犹太人讲：我抬头看天顶的日、月、星星，我忽然就感觉上帝伫遮。我忽然就感觉，我家己是一个真平凡，我是一个真卑微的人。但是上帝较疼，才遮尔疼我。这张头头互恁看到，阮开会张相，我无偷偷甲恁解说张相啊。吼，迄张相的中间上第一排上边一个 AA 啊，迄个坐伫遐，迄个就是我。啊，基本上我无想着我伊会叫我去坐伫遐。啊，我真无爱翕团体相。啊，通常团体相我拢会走去眯起来。啊，等我故意伫会场中间无爱出来开会时，一个老师甲我讲：“曾牧师，他拄啊事会有交代，叫着你的名，讲你爱去翕相。”啊，讲
我其实真正无听到，我不得已，我就去坐，我去问伊讲，谁人该轮到我？今仔有头有面伫遮的人，国际上的代表遐尼侪人，谁人该叫我？无苦劳，无功劳，嘛有苦劳。伊讲，因为你捌做过这个开会会调集人台湾的主席，所以这个会唔代表开到当时，无得这个就最后一摆，所以留一个位。兄弟姊妹，咱可能会感觉讲，怎么会是我？兄弟姊妹，牧师唔是咧甲恁评讲，我伫教会总会内底有啥物重要角色，唔是。咱是真平凡的人，但是上帝若要用你做工，伊的想事、伊的神性的特质，甲伊的本性，伫咱的生命中。兄弟姊妹，爱常常甲你的囡仔讲，你很特别。兄弟姊妹，你嘛爱常常甲你家己讲，我很特别，不是怪异的特别。是像上帝一样的特别，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求上帝将这三句话放伫恁的心内，这是天使的话啦。现在，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有无？今仔圣诗，兄弟姊妹，现在，现在，现在是天使的话，记载伫以赛亚第6章第2节、第3节，会讲有天使。彼此伫空中，天使出声讲：现在，现在，现在！伫做礼拜时阵宣告，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伊的阳光充满伫咱中间。愿这个现在，现在，现在的圣神，甲恁三甲伫地，甲我三甲伫地。兄弟姊妹，若有上帝圣神伫咱的内底，我们就不自卑，不看轻自己，不骄傲。不看自己高过于所应该要看，愿这个圣神，甲这样的姊妹，每一个人拢同在，互咱讲，主，我何等的快乐，我是你的宝贝，主，我何等的快乐。虽然伫社会、伫家族、伫教会，我检查，唔是迄个。翕相应该坐伫4位中间的人，但是伫上帝眼中看，咱就是迄个人。阿免嘛，主啊帮助咱，治罪会当亲像咱的上帝。今仔日的经文伫旧约讲，治罪会当亲像你，无人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是摩西会写的诗啦。摩西讲。治罪伫天地中间所有的生命，有对做这个生命会当亲像我的上帝，这样奇妙。他不是莫名其妙，他是真的很奇妙。兄弟姊妹，咱拢经历着讲，这个上帝不是莫名其妙的上帝，他是真的很奇妙的上帝。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当咱来认捌，当咱来同意上帝是至圣的。你的生命会改变，我的生命因为上帝，我尊伊最大，伊叫我做啥，我欢喜做啥。我的生命有改变，我知有一寡改变是我无能力，靠我的意志，靠我的想法所做。但是当上帝将伊种神圣的生命放伫你的内面，咱要改变。从此，一种新的生命的主张，一种新的生命的主张要开始。我倒来到开始，我讲迄个小小的故事。望这个过去讲这句话，这个传道书，今仔日伫伊的生命中间，伊会当因为上帝的存在，会讲上帝，我是什么人？我当时是安怎遐尼愚蠢，竟然甲提出迄种的要求，主求你帮助我。礼拜这是你至圣的时间，我竟然甲伊当作职业。兄弟姊妹，人的生命的改变，人的信仰的改变，人的生命会改变。你相信吗？
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摩西是安尼大汉，伊伫妈妈的腹肚内 ，from womb 到伊死，一生拢对上帝不离不弃的跟随上帝。求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互咱台湾基督教的教会神学院所栽培的神学生，会当感受着上帝的圣在、圣在、圣在。无论这个时代安怎变。无论这个社会安怎主张，上帝的话是咱唯一的主张。兄弟姊妹，咱做伙，这就是我拄则甲咱读的迄句话，伊言语就是安尼写：对北来到蒙古，对满满的主公到我最后的棺木，我的一生拢是伫真理活命道路顶悬咧向前行。拢是伫真理活命道路顶悬向前行，兄弟姊妹，享受改变。兄弟姊妹，改变是要为着，互咱的生命得到光彩。兄弟姊妹，你甲上帝问讲：主啊，你要用什么来加添我生命的光彩？主啊，看手伫我的嘴。互我无亲像迄个少年囡仔讲迄个真愚蠢的话，主帮助我，互我好的想法，互我有好的言行举止，求天父上帝甲我三脚地地。第二，伸出你的手来领受，因为上帝即时临在，伊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将伊圣洁的话名。浇灌在我们当中。今仔日参加礼拜，兄弟姊妹，你毋是敢听到一个解说圣经的几句话？恁听到是一个邀请，上帝要将伊的光彩，上帝要将伊的神性，上帝要将伊贵重的想法，放伫你的话苗中间。今仔日的话，无过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伫我的内面的话。兄弟姊妹，对牧师念一拜好无？今仔日的我，无过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我。当真吗？当真吗？兄弟姊妹，上帝祝福咱，咱要享受上帝的荣耀，享受耶稣基督所予咱。常常的记得，今仔日的我，无过再是我，因为我甲牧师做伙徛伫教会，阮做伙使用。主要说，决断要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内底，这是第二个祈祷。主啊，你将你的圣洁的话名、尊贵的话名、伟大的话名浇灌在我的孩子的身上。你若爱你的囡仔受祝福，你会当带伊来互牧师。牧师拜托你为着某某人祈祷，为我囡仔祈祷。牧师真欢喜甲伊抹油。啊，你若挡袂掉，你倒你先家己伫灶骹，你就摕油甲抹。哦，你讲牧师迄油敢无效？有效无效，毋是油的问题啦。恁相信吗？信心的问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伊讲啥物？恁着诚侪清气，恁着要诚侪圣洁。因为我是圣，今仔日咱读两个彼得前书第1章16节到15节，我先倒头读，因为圣经讲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伊是至邪的神，是至邪的上帝。又禁去，伊无爱伊的囡仔拍垃圾，伊所清气的生命，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洗清气的基督徒，伊无爱伊的生命，搁再糊涂。兄弟姊妹，做礼拜就是反起咱，毋过再糊涂过一世人。一世人伫教会30年，30年如一日，表示咱做认真。但是30年如一日嘛，有另外一个负面的讲法，就是无改变就无改变呢。兄弟姊妹，病会改变，咱爱愿意互上帝改变咱，毋是为着别人，是为着咱要成做一个精彩。美丽的人生，圣经15节安尼讲：伊呼召属伫伊的人，请注意这句话：
上帝伫今仔日通过礼拜，咧甲你讲，来跟对我。上帝呼召咱，上帝毋是敢若呼召牧师，伫少年的时阵欢喜讲，上帝我愿意。上帝呼召每一个认捌耶稣基督的人来跟对我，我要互你得到丰盛的活命。求天父上帝将今仔日这个话，这是一个真深度丰富的阿门。这是一个真深度丰富的阿门。今仔日竟然讲阿门的人，上帝的确要伫你的生命中间浇灌、祝福、甲改变。主愿咱的改变，兄弟姊妹，愿咱的改变，才对这间教会的荣光。因为有一群人伫这间教会受改变，后来这个教会就有一个见证，因甲以前无同款。愿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伊调咱的是圣，伊本身、恁本身也着做圣。当咱回应上帝对上帝讲阿门的时阵，伊讲：伫一切的所做，拢爱清气心。恁本身着做圣，伫一切的所行顶悬，爱清气恁的心。少年人。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你的同学的榜样。这是保罗跟提摩太所讲，你们可以跟时下的年轻人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来自于天上，是有价值的。上帝就像咱今仔日的礼拜，伊大大施恩，将伊的性格。放伫这间教会，500几年前，约翰加尔文的祈祷，今仔日伫德堂教会，咱嘛拢讲阿门。就建立一间庄脚教会，改变1300间的长老教会的体制。咱毋是用咱的时间改变咱的总会，咱是用咱的祈祷，用咱的祈祷。互上帝出手，改变伊家己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真正袂堪得，但是你将一个真神圣、荣耀的福分，你肯互阮有机会。所以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主啊，阮将这个卑微的教会仰望你。对今仔日开始，阮无爱讲，阮是卑微的教会。对今仔日开始，阮要有信心讲，阮是主耶稣基督圣洁荣耀的教会。你掌管。你做主，你成就。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感谢你的圣神运行伫阮中间。阮亲在上帝，你的圣神咧对阮讲话。阮嘛知影上帝你伫未来，你伫这间教会有搁较深的计划。祝福你所竞选的中职，做教会。的罗卜，固守你的圣殿，互这间教会到代代无世俗化的黑暗关系影响，互阮会当保守主耶稣基督，甲阮所立的新约。今仔日的我，有搁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我。哈利路亚，主耶稣，对永远到永远。你堪替阮敬拜，奉你的圣尊名求，阿门。